Merry Christmas！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12月27號星期六沙田馬場草地 A+3跑道同埋全天下跑道一共10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停賽騎師係霸道，今日嘅停賽復出騎師係梁家俊。今日嘅第5口馬 T 嘅多寶獎金係150萬，其餘4口馬 T 係冇多寶獎金。頭場賽事交馬時間係下午1點鐘。第一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元好運、2號極上沙龍、4號疾風才子同埋11號一路精彩。第二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志滿同行、8號瑞木、3號天天有福同埋14號凌風傲雪。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3寶嘅頭關，兩班草地20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天象龍區、2號平凡騎士、4號非為僥倖同埋7號優才。今日嘅3T 將於第4、第5、第6場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200萬。第四場賽事5班泥地18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大利好運、1號光輝歲月、7號領創動力同埋9號香港精神。今日嘅六環彩將於第5至第10場6寶獎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300萬。第5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香港仔、1號爆裝戰將、3號負心聲同埋4號勇闖高峰。第六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宜昌光輝、2號九九為軍、4號有形量同埋7號機械致勝。第7場賽事4班泥地1650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7號發財金哥、8號加州星馳、14號考眼光同埋4號星光快驅。第8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3寶嘅頭關，3班草地1000米直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金金小子、1號時時歡欣、10號超寫意同埋13號飛來閃耀。第9場賽事3班泥地1650，
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3號海明神區、5號不同世界、4號黃龍飛將同埋1號新二馬。今日嘅尾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黃昏5:45。睇10場賽事，3班草地12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賢力寶、1號水水有福、7號何好運同埋14號烽火後王。